未曾留下地址。未曾留下地址这首经典歌曲，作词由古月担纲，作曲由庄奴负责，并由当时的华语乐坛巨星凤飞飞演绎，无疑成为了许多乐迷心中永恒的佳作。这首歌以其简洁又富有深情的旋律，勾画出了一幅情感的画面，无论在当时还是今日，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。它不仅承载了时代的印记，也彷佛在一段无言的情感故事中找到了回声。无论是从词曲的创作背景，还是演绎者的表现来看，未曾留下地址都展现了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。这首歌曲的作词人古月，向来以其深刻的词句而为人所知。古月在创作未曾留下地址时，并没有将自己的情感直接洒在纸上，而是选择了一种迂回的表达方式。这首歌的歌词表面看似简单，实则在细节处处隐含着复杂的情感层次。古月的心境充满着对一段难以言语、难以忘怀的感情的留恋与无奈。这段情感的对象，或许是某个曾经走过自己生命中的人，或许是某段即将消失的过往。这首歌中的情感并非纯粹的失落或懊悔，而是一种深刻的无法名状的空洞，像一段回忆，纵使被时间冲刷，依然鲜明而清晰。庄奴，这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，为未曾留下地址创作了极具感染力的旋律。庄奴的音乐风格简洁又不失优雅，能够精确地将歌词中的情感转化为音符。歌曲的旋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歌词内容的延伸，细腻的旋律起伏，柔和的音色交织在一起，仿佛把听者带入一场梦回过往的旅程。每一个音符都能让人感受到那份未曾说出口的情感，那些未曾有过的美好回忆也被这些音符精准地唤起。而在这首歌的演绎上，凤飞飞的表现无疑是无可挑剔的。她以自己特有的声线，把歌词的情感内涵传达得淋漓尽致。凤飞飞的声音具有极强的穿透力，能够穿越空气，直接打动人心。她的演绎并非浮于表面，而是深入到情感的核心，将歌曲中的每一个细微的情绪表达得十分到位。听她唱未曾留下地址，每一句歌词都似乎带有一份温柔的遗憾，像是向某段逝去的时光致敬，又像是对某段无法重来的感情表达最后的告别。古月在创作这首歌时的心境，或许也正是基于对爱情的复杂感受。这首歌曲并非单纯的情歌，而是一首描述无法挽回的爱情或关系的歌。歌词中的未曾留下地址，透露出了一种无声的告别与失落，仿佛某段情感的结束来得猝不及防，没有任何前兆。那段曾经充满希望的感情，如今只能在记忆中寻觅，留下的只是一张空白的地址，没有可以再次联络的途径。这首歌的情境，或许是在描述一段错过的恋情，也有可能是讲述一段无法挽回的关系。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，歌曲所传达的情感是一种深深的遗憾和无奈。这种情感并不急于表达，却在音乐与歌词的交织中愈加沉淀，让听者不禁产生共鸣。歌词中的每一个字都带有一份无法抑制的思念，彷佛那段情感已经远去，但却依然深深烙印在心头，无法忘怀。从歌曲的编曲来看，未曾留下地址无疑是一首非常精致的作品。编曲人以细腻的手法将旋律与情感相融合，并没有过多华丽的装饰，而是选择以简约而有力的方式来呈现歌曲的主题。这样的编曲风格使得整首歌曲在听觉上显得清新而不张扬，同时又充满了情感的厚重感。每一个音符都恰到好处地补充了歌词的情感空白，使得歌曲的每一个转折点都变得充满力量。这首歌的编曲非常注重节奏的变化，在歌曲的开头，编曲采用了缓慢而平和的节奏，仿佛在铺陈一个怀旧的情景，让听者进入一个柔和的情感世界。然而，随着歌曲进行，编曲的节奏逐渐变得更加动人，伴随着歌词的情感逐步升温。这种巧妙的节奏变化，让整首歌从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的情感张力。未曾留下地址所勾画的情感世界，既有失落的痛苦，又充满着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。它所描述的是一段感情的结束，而这段结束既不是遗憾的结局，也不是痛苦的回忆，而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空洞感。这首歌所表达的情境，并不止于歌词或旋律，而是通过音乐与歌词的完美结合，将那份情感深深地印刻在听者的心中。这首歌曲至今仍然被人们传唱，不仅因为它是一首极具艺术价值的作品，更因为它所表达的情感具有强烈的普遍性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人们对于过去的情感与回忆的思索始终未曾改变。歌曲的意境与情感像一条不曾断裂的线，将过去与现在、回忆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总而言之，未曾留下地址是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之作。它在歌词上表达了人对过去情感的无奈与怀念，
旋律的安排则将这份情感的波动具体呈现出来。凤飞飞的演绎更是为这首歌注入了深刻的情感内涵。它不仅是一首歌，更是一段情感的诗，无声地讲述着那些永远无法忘怀的过往。